喂，另外一個問題啦，阿Paul。嗱，咁即係而家已經開始陸陸續續有啲立法會議員呢係晉升為即係問責嘅局長、副局長啦咁樣。假如特首阿Paul有冇興趣做我哋嘅副局長，你會唔會有得諗啊？任何職位咧都有得諗，不過咧現班子嚟講咧，我唔覺得我可以同梁振英先生合作愉快。即係你唔中意幫佢做？我覺得呢個人係咪我尊重咧？係咪我覺得係可以推心置腹咧？可以毫無擔心佢會唔會陰我嘢咧？會唔會好似好似林鄭月娥咁搏命去推呢個西翼，搏命要保留呢個河東別墅？咁呢個佢付出得唔少嘅努力同代價嘅。但係唔夠嘅一陣段 turn around 轉晒咧，即係令到嗰個官員好擔心、好冇面、好尷尬嘅。就算佢真係好有原因都好啦，呢種照唔照顧你身邊嘅猛將、你自己兄弟姊妹咧，呢種感覺好重要。同梁振英先生做嘢，我就唔覺得有呢種咁嘅安全感嘅。咁唔知幾時佢為咗自己咧，可以出賣晒全個香港、全個班子嘅。我覺得冇呢種咁嘅尊重愛戴嘅咧，我唔會加入呢個班子咁簡單。係咪咁樣咧？嚇，即係嗱，我都有個感覺啊，似乎咧，我哋呢個特首咧即係喺個所謂團結各界人士方面，呢個我哋係國家領導嗰個囑咐嚟㗎。似乎上任6個月咧都做得唔係咁好，之餘咧喺內部咧亦都好似我印象之中產生咗一啲矛盾啊。譬如我舉個例子嘅就係話咧，屋宇署發4封信俾佢。佢都唔答，嗱咁其實就真係好尷尬喎，令到啲公務員都覺得好尷尬，咁點咧？呢個老細嚟噶嘛，佢又唔答我，咁即係有咁嘅問題。咁頭先阿Paul提即係林鄭件事咧，令人聯想到咧就係會唔會現在情況咧，唔單止外面個團結好似做唔得成咧，裏面咧嗰個所謂凝聚力咧已經係開始有啲散散地啦。加埋你又話嗰啲，譬如話高靜芝嗰件事上，咁又係以前咧各部門咧可以自己做好多嘢嘅，咁你而家又話要收歸中央。整個 email 出咧，所有委任咧都要經過佢過一過濾。雖然可能係有統籌上係咁嘅需要，有效率嘅考慮，但係個做法令到人所有啲官員覺得感覺，哇！你而家我哋連委任嗰個人，我哋想做都冚唪唥收翻晒。咁呢種感覺係唔舒服咯。我都同一啲嘅相當高級嘅官員講咧，佢哋都係覺得呢排嘅做法咧，令到人覺得咧，梁振英係好打得一個人打晒，你哋其他人就唔好理咁多啦。咁你咪整下，但係佢又未必一個人打唔就係打唔晒咯，咪證明到係真係打唔晒咯。嗱，我咧就既有啲同意阿Paul啲睇法，但有啲嘢我覺得仲要睇清楚啲。佢揾我哋工聯會6個人去講嗰個財政預算先報告咧，咁我哋一供佢嗰個有關長生津咧，佢就攬上身嘅，佢攬上身。咁你攬嘅過程當中咧，好明顯我感覺張忠係越嚟越強嘅呢方面，佢自己啊好。我嘅分析就係由於係咪家佢好孤獨咧？所以佢唔能夠得罪公務員隊伍咧咁樣，係咪佢性格所言呢？但係你睇佢嘅做法咧，佢就唔想嘅，佢想將一啲分擔喺各個方面分翻開去。我仲要觀察先得。但係如果佢假如好似阿Paul講咧，咁啊注定一定失敗，一定倒台，好快倒台仲係。即係如果假係真係咁咧，你已經喺出邊裏邊冇個好強大嘅支持。但我唔反對咧，我哋有批人係中意佢嘅。即係中意佢就話，佢係走基人路線已經唔錯啦，閒姐，你仲搞咁多嘢，咁即係嗰啲人就唔係好中意當勞嘅，因為當勞成日都大政府小市長，好得人憎噶嘛，高度唔干預，咁有啲人中意嘅，我覺得係有呢方面嘅支持，但問題就話，如果你個團隊不顧，你周圍嘅人都唔顧咧，好老實講，邊會同你合作啊？莫講話佢嘅團隊啦，就算同你而家有啲傾講嘅人啊，一樣可能會有好多意見，咁你變咗你變咗。嗱，我就覺得佢咧，老實講，佢個答田大少，我就會同意嘅。即係我覺得，喂，你咁都頂唔順吓，咁頂唔順，你衰就衰啦，唔使再搏啦，想搏啫係嘛？佢都唔係，都要總之搏你嘅咁樣。咁我覺得冇意思。另外委任方面咧，嗱，譬如話有另一個好有性格嘅，我哋將來有機會都揾佢訪問下，或者係邵善波。係我呢個咧，老實講咧，呢個人我太熟佢啦。係，即係佢好典型嘅，好有佢特色。佢身體就已經代表住佢成個入邊嘅諗嘅方法。咁佢會幫阿 CY 因為害 CY 咧咁。嗱，我講古仔聽。咁有次就上海復旦大學揾我哋香港班人，阿邵生都係一個被邀請嘅分子。咁佢同國內啲學者嗰啲專係研究香港情況嘅一啲學者嚟嘅。咁咧，佢可以同佢搏，唔係香港人唔係絕大數愛國，因為啲人唔中意乜乜乜咁樣。佢可以咁講嘅。即係佢係幾有性格嘅人啊，但佢嘅情況咧，好老實講，如果你話高靜芝呢個問題係真係咁樣佈局咧，如果假如係佢諗啊，我就覺得個好錯得緊要。
另外一樣嘢阿 Paul 就係你頭先講程序啦，喺就中策組有個程序我都質疑嘅，就係以往咧佢啲公共政策研究咧就係俾咧係研資會咧去做嘅，係呢個就係我哋大學佢自己啲學者組成嘅嚇，佢而家就決定咧將2000萬收翻嚟，呢個最曳，呢個最曳。咁呢個其實係真係違反咗個程序噶咯喎。係呢個真係另外一個冰山角嘅例子咧。嫻姐佢好客氣咧，就冇講到佢即係如果阿 Paul 講得啱啦，即係佢冇表達意見咧。但係事實上咧，我哋睇翻咧的而且確咧，牽涉咁大嘅改革，如果你原則上改革越大嘅話咧，越更加要小心，越更加要統籌晒所有嘅助力，而唔係製造障礙俾自己。相反咧，如果你好似阿 Donald 前朝咁咧 hea 多啲嘅咧，都唔緊要，你咪 hea 下咯。但係當你要推動改革嘅時候咧，你踩住人嘅利益係越大嘅時候咧，你更加需要係完完全全咧係用適當嘅人選做適當嘅位咧，去盡量減低嗰個摩擦，增加你改革嘅成功嘅機會。但係我哋見到咧，今次咧梁生咧志就相當大啦，問題就係你執行上咧係咪會志大才疏咧？或者你自己喺執行上咧俾咗好多無謂嘅阻力俾自己咧？包括我哋見到5C14又係咁，國教又係咁，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又係咁，每一次都令到自己咧本來好嘅政策咧搞到咧就一鑊粥咁樣。咁所以而家今次上京咧都連國家領導人都只係話你讚你肯做就冇話讚你成績嘅。唔係，溫總話嗱主題三門講，我哋唔知三門講咩，即係咁你如何解？即係如果 CY 以為自己成功項推項，唔理晒所有程序，唔理晒民間，你即係聽自己最核心嗰啲，佢真係提早出問題嘅。所以我自己認為咧，其實佢而家應該停一停唞唞。佢仲要放假先係嘛？佢咪係真係就唔好諗自己為自己講解，就應該要諗下點解連工聯會咁嘅我呢個咁嘅咩先？即係嗱，陳婉嫻咧，陳婉嫻都係一個愛國愛港人士嚇，我都希望社會好嘅。不過問題就當你去發展過程當中，點解打去到咁盡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嗱，如果你咁咧，好嘅政策一定必須。我就睇一個某台嘅節目，就係律政司司長，佢就講阿陳文藝。咁啊，我就覺得，喂，唔好咁急，唔好就以為自己道理高。我講佢語態同嗰個身體嘅言語啊，個主持都未講，佢就駁佢，即係等於我同阿 Paul 而家大家都鬥搶咪咁樣。我對唔住，我冇搶你咪。咁啊，即係講即係我覺得唔需要嘛，你要闡述一個內容啊嘛。所以我覺得嗱，任何嘢記住，就算你最正確嘅時候咧，好似我哋咁講。標準工時係一定係全世界一定做，咁長工時唔掂嘅，破壞咗好多而家家庭嘅溝通，破壞咗好多讀書嘅機會。我哋就算咁啊，我哋都要去講聽好多意見。就算而家我哋講加班補咗一個比較低微嘅標準工時嘅要求咧，我哋上寫就話虛心聽各種意見，但唔等於我唔做嘢。就算你企最高道德位啊，你都好小心聽好多意見，你先噶嘛。所以剛才咧Paul講，我就即刻諗起我哋以前中國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叫周恩來。當時喺國共合作，你諗踩幾多個灰色地方咧？你試下冇空間容納住國民黨啦，佢邊個同你抗日啦？喺有理有節，即係淋漓盡致咁，所以仲要讓翻啲位俾人。所以跟住讓位俾人咧，要俾人威先得。思威去睇下嗱，啱你睇嘅係中國嘅歷史人物周恩來，成個皖南嘅事件嘅之前，佢做幾多嘢？即係你就算你有幾有道理啊！你幾抗日大晒啊！你都上車要令到另外一個同你拍檔人要舒服先得噶嘛？你唔能夠贏盡噶嘛？你一定要做呢啲嘢，所以我就覺得有講中國嘅嘢，統一戰線啊，係當時抗日三大法寶。你同樣今日嘅香港營咧，你遠遠未達到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學下呢啲嘢先得。所以個問題就係咪出在咧？就即使從一個所謂係統一戰線嗰個咁嘅角度嚟講咧似乎 CY 咧就唔單止唔能夠即係爭取到中間派啦，甚至咧連嗰啲所謂進步力量，我哋工聯會咧，似乎都係爭取唔到。即係呢啲係政治啊嘛，政治唔係講語言藝術啊嘛，係講妥協嘅藝術啊嘛，即係呢個先係政治啊嘛。嗱呢集咧我哋就2012年嘅最尾一集啦。嗱如果我呢條問題問泛民咧，有咩想2013年有咩改變咧？咁佢希望梗係元旦落台啦。咁但係兩位咧，即係我哋講梁振又好啦，議會又好啦，12年同13年希望個新嘅改變嘅嚟緊，咁會係啲乜嘢嘢咧？你哋覺得？如果以我嘅最大期盼咧，就而家又係仲有600萬幾嘅啲在職貧窮。既然政府畫咗條貧窮線咧，你迅速做，唔好拖拖拉拉。嗱，我呢個迅速做唔等於唔聽意見，就迅速交翻俾嘅議會。又例如佢邊公時佢競選嘅時候提出去做，你亦都唔能夠推搪話社會意見唔同咧，你唔喐動嘅。包括全民退休保障，我覺得佢都要喐嘅。咁所以我再三強調就話跟程序。
迅速攞出嚟，越係爭議大嘅冇問題嘅，擺出社會一齊討論。我相信喺討論過程當中，香港人一定揾一條線走，包括好似最低工一樣啦啊！要快，但係有程序啦，一定有程序。越反對你嘅人呢，你越要聽先得。我就希望咧，重複翻我參選嘅時候嗰個理念，就有健康嘅民主。從官嘅咧就應該係盡量多啲聽，多啲妥協，明白到現代政治咧妥協係非常重要嘅。作為議員嘅，希望亦都大家咧喺嗰個質素方面咧，我哋投入多啲，研究多啲，盡量唔好噏埋啲廢話，真係為咗政府、為市民做多啲嘢。但係同時咧，亦都要係真係坦誠啲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就唔好咧就太過單一化咁樣，逢中必反，即係或者兩極化。咁呢個對香港嘅民主進程係冇好處，特別我哋需要啊，如果進入嗰個直選嘅話咧，更加喺我哋嘅 software。喺我哋嗰個真正民主嘅文化方面，唔係淨係話幾多票幾多位啊，民主個認識、參與同埋理解方面咧，盡量落多啲功夫，等我哋真係可以朝呢個民主化嘅路途進發。我覺得當我講一系列嘅民生，我就好強調一樣嘢，好似喂陳婉嫻，你要求佢快啲，你跟住講程序。我講快啲人，快啲開啟。越係多爭議嘅，好似全民退保障，越係標準工時好多爭議嘅時候咧，你越快要擺樹，要講聽個意見，就唔能夠話好多爭議操之高閣，好多爭議操之高閣。如果咁咧，你就移動唔到而家現存社會上嗰種怨憤啊，包括後生仔就業機會。我覺得你包括個創意產業，你得個講，你唔去做啲嘢咧，就去到今日嚟講，你要一啲政策諗啦。咁所以我認為快唔係等於你唔諮詢。越係啲難嘅問題，又越早要諮詢你先得嘅，所以我祝願我諗新嘅一年裏邊，成個政府像樣啲，講聽下意見。仲有每個局長咧都有各種反對嘅意見做你嘅智囊團，我覺得咁樣先能夠扭轉今日佢自以為是嘅狀況。我同各嘅局長講啊，設立顧問，有唔同嘅意見擺埋船，你先至能夠攞準啲民間意見，咪以為你啱就得嘅。我期盼香港大家開心愉快，身體健康，多啲聽呢個節目，多啲認識政治。好，多謝大家。好，今日多謝晒兩位嘉賓啦。咁啊，聽咗我哋下集2013年噶咯噃。係啊，2013年再會。好，新年快樂拜拜，新年快樂，拜拜。